去年第四季樓市一片愁雲慘霧，不過觀塘新盤海匯的割價開售，迅即為樓市成功尋底。當時不少資深專家仍未回神，仍認為只是個別樓盤的小反彈，因此仍不斷發放未來2至3年樓市大跌30%的言論。就在當時，不少大媽以反其道而行，搶先購入以低插的嘉湖及第一城單位。現時看來，大媽的街頭智慧在實戰上遠勝那些疑似分析精闢的專家意見。最近有位讀者私密筆者，他說去底以低位沽出自住的黃埔花園3房單位，然後轉租土瓜灣的細單位自住等大跌，但直至近日，他發現其沽出的單位尺價已回升1成半。他問筆者應否立即重新入市。筆者早前亦曾遇過有類似經歷的一對小夫婦，這對夫婦多年前置業後，樓價升不停，於是趁高位賣樓轉租，1年後樓價升了1成多。怎好，該對夫婦果斷決定重新入市，直至現在，樓價再升4成多，這是反敗為勝的案例。對於上面首個案例，原業主如認為未來半年或更長時間，樓價是大漲小回格局，那麼就可立即回購物業。如持否定看法，那就租樓吧。不過最難之處，就是短期走勢看淡人已少，但中長線走勢則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。因此要重新以高位入市，也要有莫大的勇氣。再檢視現時的樓市，不加息，貿易戰協議有望達成，未來供應又將長期短缺。在這情況下，租金樓價已開始爆上，暫且看，在未來一季再升1成，機會甚高。再往後發展就要再看看當時市況。